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咱台湾进前防疫正成功，而世界各国是排头坎的是模范生。但是最近这礼拜，这个本土疫情连环一直逼，让其他国家是目睭闭紧咧甲咱看。这个国际媒体澎湃新闻有一篇的报道，讲台湾进前敢若靠边境的管制，加上台湾对防疫的成果，伤过骄傲，伤过靠势，疏忽了，才互病毒有机会伫台湾来作乱。这国内感染科的专家来提醒，为即摆开始扩大来快筛也无算慢。另外，注疫苗的脚步要搁较紧的，安尼才会当有效防止着疫情来拓开。化学兵出动，伫疫情警戒到第3级的台北街路大规模消毒。这个景象伫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头一摆出现，因为本土疫情连环爆。和台湾防疫由顶线外号差不多破功。澎湃社有一篇报道写讲，台湾对着进前防疫成果伤过自满，敢若靠边境管制，即马封锁已经破功啊。最主要是为4月底华航机师小连续确诊开始。其实这些机师，他有不同国家、不同的地方。它会带不同的变种病毒进来，所以我们觉得最大的源头还是这些机师带进来。为疫情统计图来看，本土确诊的个案为今年第17礼拜开始，4月21日华航机师确诊，随后发生群聚感染，5月12再加上网咖地点的确诊个案连环爆。5月15本土确诊个案一个手增加185例，随来连续5天拢超过100例。5月18本土个案到1386例，头一摆超过外国入来个案。快筛我是觉得那时候应该就要启动，大家还是在担心伪阳性的问题，所以一直没有启动。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是真的要深切的去检讨。病毒学家分析讲，一旦发生社区感染，真正存在伫社区中的确诊数会比验出来数字加出10倍到20倍。要安怎有效防止疫情继续扩大？眼前就是上界要紧的事情。